主后2026年5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袂当袂记得会歹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29篇第1节到第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29篇。爬行上耶路撒冷的诗，以色列就讲。对我细汉的时，对你常常苦楚我；对我细汉的时，对你常常苦楚我。毋过因毋捌赢我。累残的人，累我的脚趾拼，累过的分野真长。上主公义，又斩断歹人别咱的说。愿所有怨恨色安的人，拢受拍败见笑。原因亲像厝顶的草，还未大丛就打去。挂无归尾，下无归咱。过路的人，无人话讲，愿上主赐恁福气，愿奉上主的名甲恁祝福。袂当袂记得会歹。诗篇129篇的作者对回顾以色列人伫埃及受苦待、压迫的各种受迫害情景的中间，体认到上主公义的拯救甲带领，佮体悟到迫害者不但无法度受祝福，甚至会自食恶果。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才的430年期间，遭受各种凌辱甲迫害，日子充满悲伤甲苦难。埃及人鞭打因，互因的脚趾拼留落一条搁一条的伤痕，就亲像农夫踮田地里挖一条深搁长的犁沟。伫苦难中，因呼求上主，上主听见也看见，所以呼召摩西带领因出埃及。以色列人要行出埃及的过程并无顺利，受到法老不断的阻挡。就算上主降落各种灾难，法老犹原硬心肠，甚至变本加厉苦待因。直到上主降下第10灾，一暝之间击杀埃及人的所有大囝，连法老的大囝拢无法度逃过一劫。法老才勉强互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去敬拜上主。毋过，以色列人才拄呾行出埃及，法老就后悔，带着军兵追击因。当以色列人面临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紧急情况的时，上主爱摩西举管仔，命令红海的水分开，露出大地。以色列人顺利行过红海，踮后面追杀的埃及军队，互红海淹没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才真正脱离埃及的压制，自由行往上帝应允的迦南美地。诗篇129篇，诗人爱以色列人回顾伫埃及的时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持续的苦难。诗人爱上主的子民回顾历史，是要提醒因毋通袂记得受得之恶，同时也提醒因毋通袂记得，就算伫苦难中，上主还一直同在，佮彰显伊的公义，甲因对落叶中透放出来。若是遐个憎恨上主子民的，要见笑败退，因的计谋无法度得逞。上图诗篇129篇，袂禁得想到台湾人400多年的悲情历史，实在甲以色列人的苦难经验真类似。台湾人伫历史的风涛中，好像毋是经历被殖民
和威权统治的种种奴役甲迫害。无论是受日本殖民，还是战后经历2·8事件和白色恐怖，拢是对台湾人的打击和伤害。就算自由民主的现代，台湾立法院也予多数亲中共的南北立委掌控，因卖着良知，糟蹋国会，冻结国家各样必要的预算，阻碍台湾民主自由的发展，佮笼络网军和网红，利用社群媒体散布伤害国家发展的不实谣言。面对安尼的邪恶，咱敢会当沉默，还是轻易忘却呢？若这人会当承认家己的错误，咱尚且会当选择原谅。但是为着避免重蹈历史的错误，咱绝对袂当轻易袂记得因为社恶而起的悲伤历史。咱着记得，上主是公义的。伊要斩断歹人的锁链，对奴役中讨绑受苦的人。默想，世人对受奴役的困境中体认到甚物？我对这看到甚物亮光？世人对受奴役的困境中体认到甚物？我对这看到甚物亮光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当我遭受压迫伤害的时，愿你伸出公义圣手，断绝歹人的计谋，互我得讨放享受自由。求你继续扶持我，互我伫罪恶的世代中，无袂记得爱信靠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